為了要宣傳這老人的福利政策，新北市社會局有推出網絡節目，是一個由時代做主角的實境節目《高年級超進化》。這節目內面呢，會宣傳這新北市老人福利政策，也會教時代安怎用這敬老卡算套頭。誰說老人只能待在家？誰說只能等待老化？不怕不怕，關注我們，沒有老化，只有進化。高年級超進化，這是一個在網絡播出的節目，由新北市社會局出品，希望透過節目打破社會對這伙人的刻板印象，就時代用敬老卡在新北市算套頭，去美術館看展覽，去萬里金山哪騎車哪看海，和吃老的生活好耍個趣味。這我們以前都沒有玩過的，然後你就很新奇，然後就讓自己很開心。哎呀，好棒！我們可以回到年輕的時候。因為他們是可以增加那個市民的一個凝聚力，那也可以降低一般的他們在老年之後的一個所謂的焦慮跟那個憂慮的一個情況。新北市政府表示，新北65歲以上的時段有827000多人專台上座，因也會在節目內底宣傳新北市老人福利的政策。親像對今年7月開始，新北市敬老卡每個月有600點，鼓勵時段賣住佇厝內，會當摕敬老卡給出門行大。從7月份就升級了600點，那這600點升級以後，我們就開始規劃，如何讓長輩一卡在手，說走就走。第一個可以讓你促進的學習，第二個參加社會的任何參與，最後就是一個鼓勵出來走走，出來玩一玩。新北市政府講，敬老卡會當坐公車、坐捷運、騎 U-bike， 也會當坐計程車。提敬老卡也通去運動中心、美術館、圖書館，希望時段在退休了後，繼續交朋友、開眼界，活出健康、更自信的精彩人生。記者歸由記者桂林新北報道。